有网前表讲有10万多人的这个台湾民众呢领到这个中国身份证，调查局发现讲，确实有人去领，目前已经送到内政部调查。上福病院护理师甲患者偷翕已经互民众检举，上福病院吊开人品非常严重，会甲护理师是头路。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月7号AM新闻，我是嘉豪。讲到这个立法议会明仔载要来处理着宪诉法复议案，国民党团无要邀请行政院长杜英泰到立法院说明。杜英泰就表示讲，这行政院因为修法无法度执行，才来提出复议的，连说明的机会拢无，绝对唔是用威胁会当形容的。伊也亲身来说明这复议的3大理由。 立法议会7日会处理宪法诉讼法复议案，国民党团拒绝邀请行政院长杜英泰去立法院说明。针对这点，杜英泰讲，这绝对不是威胁会当形容的，嘛亲身说明复议3大理由，强调行政院爱捍卫宪政体制，维护司法院、大法官、宪法法庭正常运作，也有捍卫宪政救济基本权利。这也绝非部分立法委员所说，行政院越俎代庖、常被管辖。如果仍然坚持 照新修过的恶法，那就是站在毁宪、摧毁宪法法庭、剥夺人民宪政权利、造成错误历史的那一方。杜英泰呼吁朝野立委支持复议，让宪政会当恢复正常运作。立法院长韩国瑜7到下晡，各一届主持朝野协商，讨论宪法诉讼法修法的事项。朝野持续交锋，国民党认为讲，第一要紧是审查中央政府的总预算。 你再拖，我们总预算真的审不完。我想程序上是没有问题的，院长也已经记者会讲那么清楚了。行政院不要越俎代庖哈，不要把司法院变成司法科、司法局。这行政院扩权，那比立法院扩权还厉害。复议案若无通过，未来行政院监视会申请释宪。政务委员林明欣指出，就算复议去互否决，法案嘛袂随生效，也要经过总统公布、院长复述。 照宪法有10天，加上总统公布，嘛要3天了后生效，也是有时间处理，嘛会考虑提预防性权利救济。复议是宪法上所给予的政治手段，申请释宪是宪法上所给予的法律手段。政治的手段如果全部穷尽了，那只有法律的手段。好，那这个法律的手段是不是要释宪？ 那是怎么样的释宪法？谁来提呢？这个呢，都还有可以考虑的空间。我们要怎么做？我们不可能在这里讲嘛，不必来试探我。那罗总统敢会启动协调？总统府回应讲，目前并无讨论。总统会在合法合宪的前提之下，尽所有可能救济的手段，全力运用来守护民主自由宪政体制，保护民众的权益，确保民主稳定运作，国家持续稳定发展。记者综合报道。 有一只中国背景喀麦隆籍的货轮呢，这个月初3号发现讲，可能是把这野柳外海的海底电缆线挂断去。中国国台办说讲，这海底电缆线一断，这是接发生的海上事故，呼吁民进党唔通利用这个机会伫遐反中国。那咱的陆委会也讲，这件事件无这反中抗中的问题。行政院也强调，已经由家人地检署来侦办。那海巡署呢，也已经把这电缆线的位有记录落来。那准国再发生这款的代志，就依法照办。家人港外海的海底电缆，倒一日若像去互画面内底这只刻袂良迹的货船破坏。海巡署讲，无排除有中国籍宽基船进行铺设地带侵扰的可能性。 不过，这只船香港籍的船主甲外国媒体讲，目前并无证据讲台湾海底电缆受损是因造成的。佮讲一切拢是正常的航程。中国国台办发声明，讲全球每一年差不多发生100多件海底电缆受损的事件，是接款的海上事故。批评是民进党当局家己讲家己对，是咧反中抗中。没有什么叫反中抗中的问题了，有迹象显示可能就是这一条船啊，但是从它的航迹来判断。 还没有办法确认它的真正的意图。陆委会表示，海底电缆受损灯分作是挑工有意图的，甲无细致的。目前虽然无明确的证据，不过政府最近已经召开几啊届的会议，各部门嘛针对类似的情形做协调，建立标准流程。专家警示，中国以合法来暗砍非法，在国际上已经不是头一届啊。最近在 Google 抄出有关专利的资料。 中国政府因过就捌发布过甲海底电缆加断、切断、好起来的专利资料，目的是写维修的用途，这嘛引起大家关注。可以证实的是，确实在中国的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公开资讯上，
是可以找寻到。最一开始是由军方来提出申请，但后来呢，就是由民间的公司以及中国那边的教学组织来提出。像马祖，曾经断了27次，那也都发现说跟这个中国大陆的渔船有关。这种情况之下，在国台办不会承认啊，这是很合理的。针对吸未谅解汇准的事件调查的进度，海巡署已经把雷达的航照等等的资料函送家人地检署来侦办。行政院嘛强调未来会针对风险区域加强监视甲执法。期待海巡署呢，也是把各个海缆登陆的这个登陆点的外海，还有这个依照海图，把这个海缆的位置来作为重点监控的海域。专家呼吁爱避免中国这片铺设地带的行动。行政院嘛讲，以后若是阁有类似的案件发生，会随依法搜证来调查。记者综合报道。不管你做什么行业，这运输是上界要紧的。想袂到这双和病院竟然发生讲，这护理师甲患者偷袭，是这患者大小便忍袂掉，或者是规面床拢是血情形，甲伊偷袭落来，传上网络。这款的情形已经去互民众检举啊。这双和病院啊，召开人评会讨论，上严重会甲这护理师死头路。病患倒伫眠床，身躯抑个医疗器材血一直流，这种经常互人打上网。顶外阁写真正的血流成河。另外一篇文章阁打出病患大小便失禁，阁笑讲这是酒控下场。这样含的图文伫网络引起关心。这竟然是双和病院某一个护理师伫社群的公开大文。收到这个陈情案之后，马上展开专案的调查，跟护理同仁联系之后，也确认贴文是他本人。该同仁以为只要没有透露病人的一些病历资讯、样貌等等的一些，就不会有侵犯病人隐私跟权利。经过调查，原来大部分是一个病房护理师，伫病院任职超过3年，伫去年10月开始打出病患的影像，1年外的时间拢无互人发现，一直到今年8月，病院才有接到民众投诉调查。护理师是讲想要记录工作，无想到造成麻烦。本局亦于今年1月9日接获民众陈情相同情事，那已立即函请医院说明。新北卫生局讲，护理师的行为可能触犯医疗法72条，持有病人病情也是健康资讯，袂使诬告泄露，违法的上当会当处25万以下罚款，甚至可能面临刑事责任。啊，个护理人员法第28条，因为业务知影也是持有别人的秘密，毋是依法袂使泄露，若做限期无改善，会有1年以下的停业处分。另外，护理师护士工会阁讲，伊已经违反职业伦理。在我们的护理伦理规范第1项第9条就有明确的指出来，护理人员应该要维护照护对象的隐私，并且善尽保密义务。目前双和病院紧急召开人评会讨论处罚，上紧明仔载会公布，相当可能面临开除。虽然这个护理师最近也因为私人的原因被辞职，不过院内嘛保留相关的注记，希望会当阻止类似的事件。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这日本、韩国同款是出现这流感疫情加悬的趋势，卫福部和医学界拢呼吁大家要赶紧去注意风险。另外，也针对着这麻疫苗欠货问题，卫福部也强调，咱的群体免疫力也是有够，唔惊大流行。也建议讲，这疫苗就要留予医护人员和需要的人。强化防疫正节前。卫福部长邱泰源甲疾管署署长罗义军去现场，秘书甲疫情记者会包起甲立法院。最近日本甲韩国流感疫情加悬，考虑到新正就要到啊，都惊到一个假期，病毒会怎样传入来？加上每一年新正迄卡刀，都是流感疫情的高峰期。有立委邀请医界代表，共同呼吁大家都要赶紧注疫苗。首当其冲，威胁最大的疫情都还是流感。都是刚去日本玩回来，然后就感冒回来，一验就是流感，而且都是 A 流哈。今年我们所打的这个流感疫苗的吻合度相当好，所以其实打这个现在的流感疫苗是能够非常有效的来预防。根据疾管署的统计，今年第一礼拜流感的门诊甲急诊来互医生看的人差不多有12万7千人次。不过新正迄卡刀预估会达到上高峰15万人次。加上去年受到风台甲疫苗变色的事件等等的影响，65岁以上的集会人有注疫苗的比率，敢若有45%，比按算的55%还佫较低。在疫苗的效期有2周之前，就是今天，就是现在，大家就要开始去打疫苗了。疾管署嘛强调讲，目前流感疫苗还佫有60万剂，库存量有够。新正的期间，正月初1至初3会开类流感呼吸道门诊。
后礼拜会公布各县市病院名单。现在外界嘛关注麻疫苗欠费情形敢是有改善。台湾在 MMR 的注射率是到达97%、98%哦，所以我想整个国家的一个防疫力哦，是应该是非常的强，我都会在控制的范围，但是我们还是会去争取。根据目前的统计，自费麻疫苗的库存量，两间厂商拢总有27000支，也佫有9000支伫咧小数检验当中。卫福部嘛强调讲，目前群体免疫力还真有够，建议医护人员也佫有要去高风险所在的民众，都爱先注疫苗。公司新闻台北报道。牵涉800会馆洗钱案的林炳文，顶个月起报逃亡，即摆佫伫咧网络铺文，强调逃亡毋是因为司法问题，也讲转来时间会家己决定。调也立委拢甲伊谴责，讲伊伤害到司法的公信力。那法务部长陈明谦是表示讲，相信这司法机关有掌握伊的行踪，也欢迎伊转来投案。伫面册答问讲家己逃亡，毋是因为司法的问题，是有代志爱处理。有8亿交往外汇林炳文，因为卷入800会馆地下会钱案，顶个月起报逃走，互新北地院通缉。毋过最近刷伫面册连续答问，搁请国民党立委徐卡心讲，转去的时间是我家己来定，引起外界批评轻视司法。网络上发文，我们认为这个都非常不恰当，也非常的嚣张了哈。这个当然必须要尽速有所作为了哈，尽速把它给逮捕归案。这么少的钱交保，而且可以让他在外面透过脸书这样嚣张挑战司法，很严重的妨碍到我们的司法。跟民进党交好的通缉犯，还可以隔海呛虾，司法的公信力已经被赖清德政府打趴在地上了。林炳文册被暗写，好亲像关于面册已经看袂到相关的消息。毋过外界更较关心林炳文即马人到底伫倒，传出可能伫柬埔寨还是日本。毋过法务部长陈明谦伊讲，家己并无清楚，相信司法机关会有掌握，欢迎林炳文到案。这个我不清楚。我想司法警察机关有掌握的，欢迎他们自己来投案。既然通缉之后，我们是，他如果能够投案，我想这个法院就可以能够进行审判。因为林炳文2022年11月，互检方以300万交保，毋过无限制出境出海。外界质疑起诉了后，也是无对林炳文监管。新北地院是回应，侦查期间甲起诉了后，林炳文拢无故无到庭，无必须进一步强制处分的状况，一直到去年11月甲12月。2届无按时到庭，后来查询出入境资料，发现林炳文已经出境，依法发布通缉。公司新闻采访报道。新北市三重埔这个建案伫咧施工，煞来造成隔壁徛家倒去。昨案经过确认，这安全无问题，有开放特例的居民登记。里长也无用伫咧调查这损害状况，工程人员也赶紧修复这水电，也有加水管线。市长侯友宜也讲，会要求建商担起责任。里长透早开始无用调查厝歹去的状况，手头的表格写甲密。新北三重埔6张街损害到隔壁厝的事件，灾害应变中心宣布，初八暗时9点开放预防性特例居民会当登厝。9栋是师傅全部回来了，他们会负责把我们这个有受损的部分把它修缮完毕。真的很不方便哦，那2天又人一个薄薄的那个毯子啊，我坐也不是，站也不是，什么都不是。要换洗的衣服，我穿了3天，真的穿了2、3天都没有得换。为了确保住户的安全，工务局针对道路甲192、182建筑物进行车气，也佫有桶地雷达的检测。结果虽然无安全疑虑，不过为了谨慎，会为这2栋建筑物做基础地质的强化措施，一定需要7天至10个工作日。初到透早，现场工程人员当无用进行水电甲树遮的卫生管线的复原，要赶紧让居民会当正常生活。包含就是污水的，或者是一些瓦斯管线一些损坏，所以今天在针对这些违线管线在进行修复。那未来在整个重建的过程当中，我们会跟业者要求他们一定要把他们承诺的事项把它做好。最近起厝常常传出有损害隔壁厝的事件，新北市政府去年捌修法强化动土安全维护措施的勘验，三重埔的建案这个事件也是发生。专家建议会当为营造业法强化技术甲工程实则，才会相关规范。
新北市政府去年修订新北市政府办理建筑工程施工防救灾计划说明会作业原则，并且增订挡土安全维护措施勘验。本建案建造在修法前取得，尚无法溯及既往。对强化营造业法，干部局的解说，市政府嘛真赞同。按过营造业法也甲牵涉到的技术法，这拢属有中央的法规，相关的权限是伫中央。公视新闻采访报道。来看这条民众买卖爱特别注意，这宜兰罗东有一间中医诊所出现一个租厝管理的查甫人，讲要来讨房产来引起冲突。警方调查了后，发现讲这个查甫人呢是诈骗集团请的，专门吸收这大叔含中人，甲这着急要卖厝的人领钱。警方目前是有抓到9个嫌犯，其中2名主嫌涉嫌诈欺，以50万交保。宜兰罗东这间中医看板，互人听落来大门锁掉的，民众要看病煞被走一抓。来看中医师的啊，知道他没开吗？不知道哎。这间中医因为要卖纠纷，互公司主管的林信贤讨房产，佮团起的网络，过程冲突不断。警方佮因为安尼，互人质疑阿虎这个组的人。这间没有，对，这间你等之后我判决。所以因为你这间还没有那个。按过警方详细调查发现，这个林信贤好亲像是一个诈骗集团请的。这个集团先吸收地政署甲中介，专门经急需要卖厝的被害人，以类似日剧、地面书内的诈骗方法，甲被害人一直骗钱。拘离主嫌等9人到案，并查购手机、平板15支、笔电、电脑主机、相关契约文件以及毒品、K 盘等证物。警方查出，家己公厝主下姓郭女子姓张的查甫人，找中介甲地政署配合，甲中医师买厝了后，伪造通知文件，佮以中医师的名义，互保险公司拨钱互家己，互卖厝的被害人一线都无摕到，佮由人头买主甲买到的不动产设定抵押借钱，2解不法协议，到尾也佮承诺被害人2年后会当优先买回去，骗被害人先签2年的租约附租金。专案警方依照诈欺罪嫌侦办，拢总带回9个人，姓郭查某人甲姓张的查甫人，互检方入定50万交保。非经营业者而从事经营业务，依据租赁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第46条规定，由县市政府主管机关禁止其营业，并处公司负责人或行为人新台币4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也是涉案的姓林主管入定3万块交保，而且伊毋是合法的主管，警方要函请主管机关地政处认定，依照违反租赁主体市场法典甲管理条例裁罚。若是除了中医师，是毋是还有其他被害人？警方要搁清查。公视新闻采访报道。讲到这屏东的垦丁呢，应该是少年家上爱去的所在。不过这几年这游客是愈来愈少，去年达到214万人次，平2021年疫情的时阵，较济一寡寡尔。就这度假村伫咧新年头宣布要暂停营业到2月底，也业者讲是客户到期暂时无要做。屏东县政府表示讲会和这垦管处合作，改善旅游环境等等，希望这旅游市场会当赶紧来恢复。牛栏片顶头下口的商店街有超过一半的店头铁门拢拖起来，店街的人数是比游客搁较侪。来到垦丁大街，同款是无啥物人，受到疫情了消除国家因素影响，屏东垦丁的游客数是继续一直落。最近传出顶半年有3间旅宿要关，其中佫包括专门接旅行团的中型旅馆。公司是4月份整修。哦，整修完会再继续，就不知道。先让员工先休息。柜台人员对整修了后敢会复业，讲伊唔知。2月底会暂停营业的统一度假村垦丁馆讲，因应市场的需求改变，因会停业做调整规划。同款传出会退出的商业文理是丁成功，是左右搞啊，无要放弃市场。现在都外国客啊，我这摩托车他们又没有驾照的啦，已经2-3天没有开市了。我都把停伫店内无人要租，屏东的垦丁较早是国里真侪人爱去的地点。根据垦管处的统计，垦丁2014年的来客数捌到837万，但是最近几年说一个是落甲真厉害。2021年的疫情期间，达到201万，后壁虽然有较好，但到2024年，佫一摆落到剩214万，落互破70%。如果办个活动，是不是对我们大家都好？你看现在都办在市区啊，那我们这边不能办个演唱会，或是办个那个吗？让我们这边的经济能够起来吗？垦丁管理处这一边，那去做一个合作，那希望促请
国家公园这一边的一个设施及管理可以做一个明显的一个提升。高理处强调讲，屏东总旅游人次并无降，只是最近几年各里的形态改变，省一港的比例增加，因会开始来改善旅游环境，开发新的景点，希望会当慢慢恢复各里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彰化县是全台湾唯一无火葬场的县市，县政府安设伫咧彰化丰原的公墓边啊，这殡葬用地起一个火葬场。这到即天呢，伫地方举办说明会，说是有上百位的民众来遮反对，讲这县政府黑箱作业，无顾虑到地方的民友，现场是乱糟糟，下来杀去。县政府也宣布这说明会要延后举办。这些民众伫现场发口号，要求火葬场撤案。彰化县政府安放伫丰原公墓的边仔，一块9公顷的殡葬用地起火葬场，引起附近居民反对。初到即天，县府伫地方举办说明会，但是会议也未开始，民众就和警察起冲突。反火葬场自救会表示，彰化县政府评选地点的资讯无够明确，尤其火葬场1公里内，阁有安养中心甲保育院，拢是健康的敏感族群，批评县府黑箱作业，全然无顾虑地方的民意。四处选址的评分，伊敢若评分着3位尔嘛？对阮来讲，伊是不是爱尊重民意？在11月6号，我们都已经送陈情书。那我们在12月15，我们也跟监委澄清。很遗憾，县府的回应就是，火葬场是城市不可或缺的建设。你们看这附近，这叫城市吗？其实阮本身就是一个弱势者的团体，阮应该为着阮所照顾的几百人甚至几千人的弱势团体，来表达讲，这已经不是一个公共设施的问题，这是一个生存的权利。县府表示，彰化县是6都以外人口上侪县市，却无火葬场，会选伫遮，是因为遮的人口相对较少，而且也委托专业的建筑事务所，针对开发案面积、交通路线等等去做综合的评估。但是说明会现场，民众情绪激动，场面乱糟糟，县府只好宣布说明会延后举办。其实我们还是会找机会再跟他们做双向沟通的。那对彰化有利的事情，我们会继续再推动。针对说明会的冲突，县府表示遗憾，也讲未来会继续和地方沟通，希望无共立场的民众会当理性表达意见。自救会是强调，除了提案，其他的无得参详。记者杨淑晴彰化报道。美西南加州的野火伫飓风的帮助之下，车皮已经烧到6个地区，上部有2000栋的建筑物被大火烧了，14万人被撤离，也有5个人不幸死亡。洛杉矶消防局也承认讲，因无在调控制这款的野火。目前拍电影的哈利坞也个日落大道洛杉矶市，拢出现起火点，这灾情有可能是有史以来上严重的。南加州这场野火烧一天一暝了后，对卫星相片来看，太平洋、帕里塞兹、伊顿、阿尔塔迪纳等等火场，规涂骹拢红光光，空中嘛拢浓烟，主题区甚至看起来规片草火大，有够大扫的环境，加上上大的风速，来到每点钟160公里。高峰顶级的圣塔安娜强风直直口，车北火是一路路燃，一直炭烧到比佛利山庄和洛杉矶迄边。火场的名独行叫做是日头落山的大火。情形是真严重。This firestorm is the big one in magnitude. Hurricane force winds are usually accompanied by rainstorms, but these are hurricane force winds that are combined with extremely dry drought conditions. To provide context, at 10:20 a.m. yesterday, the Palisades fire was at 10 acres. 12 minutes later, it was at 200 acres. 加州各级的消防单位已经全力出动，拢无法度阻挡火继续炭烧。有6个地区已经烧到规片火海，这种2000栋的建筑，和野火是烧到密密麻麻。电力工业重镇好莱坞、日落大道和洛杉矶市拢出现大火点，大约和华人真济的帕萨迪纳、阿卡迪亚，嘛拢伫咧撤离的范围内。We have experienced a tremendous tragedy here in our community. To date, we have over 100,000 people under mandatory evacuation. We've had 5 fatalities, and then we have close to another 100,000 people who have
been warned to evacuate because they are in a danger zone. 火势是国急国猛，帕利塞兹的大火烧无到1点钟，唯一一条连外道路帕利塞兹大道，就互几百台汽车是塞甲满，有几十个人规汽车等来用行的。洛杉矶消防局承认讲已经无能力来应付这种规模的火灾，野火的控制就是零，现场用水包括游泳池、水池的水嘛，拢防抽起用。Our house was estimated about 1.3 million, and now it's all gone. So right now it's not worth anything. And I'm pretty sure some houses up here are worth even more. And just to see them go in a couple seconds is really sad. 美国总统拜登车白是取消本地要去意大利的行程，和州长纽森做伙到圣塔莫尼卡消防局来了解灾情。伊讲嘛签联邦紧急命令，让联邦经费和资源较紧来投入救灾。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美国前总统卡丁个月29日别逝，伊的大厝也安置伫国会大楼内面，互民众去悼念。美国总统当选人 Trump 和伊的太太也去致意。不过，进前拜登宣布美国全部降半旗30天，表示哀悼。拄好当着 Trump 1月20日的就职典礼，那Trump也是真不满。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甲伊的家后梅兰妮亚，伫伊国前总统卡特看国旗的灵柩前徛几分钟表达敬意。卡特伫旧年12月29过身，享受100岁。伊的灵柩伫初七登去伊离开44年的华府，设伫国会大楼，互各界悼念。这是拜登宣布全美国降半旗致哀30天，拄着川普伫20日的就职典礼，到时阵可能会出现全国哀悼的场面，加喜庆的典礼夹做伙，引起川普伫家己的社群媒体讲出伊的不满，讲民主党因为安尼偷偷欢喜，讲民主党实在无爱国。How does it feel to be back at the U.S. Capitol, Mr. President? It feels great. Is your party on the same page? Couldn't feel better. We're going to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卡特的灵柩伫伊的儿女亲友互送下坐专机，为到宾斯空军后备基地飞到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再佮由车队运送到国会大楼，互国会议员甲民众会当就近致敬。几多千个民众伫这2天唔惊寒风，专工来国会大楼向伊致敬。President Carter was the first person I ever voted for. I don't remember his presidency. I was too young at the time. I remember he wasn't necessarily looked on as the best president when I was growing up. 卡特连续3天的国葬天数开始，伊的告别式会伫当地时间初9伫华府国家大教堂举行。现任总统拜登会为同款是民主党的卡特致悼文，另外克林顿、小布希、奥巴马这个前总统甲川普拢会出席。根据了解，为152年以来，敢若差不多50个美国人伫圆形的大厅享有这种大礼。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卫福部今日公布114年全民健康保险总额预算是9286亿，成长率是5.5%，是有史以来成长金额上界悬的一年。卫福部强调讲，今年总额核定有5个大重点，包括赶紧引进新药物，保障罕见疾病，也个这血氧病患的就医权益和偏乡医疗服务，也来强化着这精神医疗照护、居家载体医疗照护等等。健保总额阁创新高，卫福部初九正式公布114年全民健康保险总额预算，伫参考医界纳钱者的建议方案和整体政策了后，落尾核定是9286亿，成长率是5.5%，是历史上成长金额上悬的一年。按算今年底安全准备会当到法定1个月以上的保险给付支出，财务稳定，未调起健保费。14年是2.04个月，所以我不用调费率，所以我的费率仍然维持以往5.17。卫福部讲，因应人口老化、新医疗科技的进步，这笔病的总额和西医基层部门的核定有5大重点，包括加速新药的导入，拢总81亿；罕病、血友病专款180亿；偏乡医疗服务是39亿；精神科长效的针剂药费31亿；含扩大伫厝的急症照护93亿。对这医界认为讲，这当帮助减少医护人员的离职，不过医界团体烦恼讲总额增加，工课量无一定有改善。担忧相关预算恐会直接用于补贴点值，而没有实质用在医疗服务以及友善职场上。医院的财务韧性增加，
我们还是这边承诺，我们一定优先会帮医护人员做更好的调薪，以及优化他们的职业的环境。卫福部强调讲，今年争取公务预算编列健保财务帮助法案，拢总是335亿，属公共卫生和预防保健拢总111亿，对健保总额算出来，用公务预算来支用，帮出来健保总额预算回归医疗需求，来扩大政府医疗投资。记者综合报道。英国未成年要做线工，拢需要经过2个法定代理人签同意书，这头家才会当聘用。不过考虑到一寡家庭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无法度得到爸母的签名。劳动部宣布，即马只要有一位法定代理人签同意书，这未成年的囡仔就会当去做线工啊。这份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书顶面写着未成年的少年家需要有爸母双方的签名，才会当去做线工。不过，得到一寡青少年因为爸母离婚，导致家庭也是种种的复杂原因，无法度摕到2位法定代理人的签名，等于安尼就无法度做线工。实务上也看到有未成年，他会因为家庭的因素，可能只能取得一方的同意书，又或者是单亲的儿少，他可能为了打工，那不得已就必须要跟雇主揭露他自己的家庭隐私。根据过去的规定，15岁至18岁做线工需要2个法定代理人的同意书甲年岁证明的文件，但是考虑到侪家庭有无同款的问题，劳动部摆是经过专家的讨论，改做只要1个法定代理人同意就会当做线工的工课。另外，根据劳基法，台湾目前囡仔工的年纪是15岁至16岁，有劳团就建议讲劳动部爱修法比较高寡，甲囡仔工的年岁提升至18岁，或者少年家通得到法律的保障。台湾的童工，因为伊伫咧劳基法内底是定15到16岁，那应该是爱提悬到18岁啊。当然，因为伊的工课、伊的受雇的这个状况，伊较容易去互人欺负啦。另外，最近这几档常在发生囡仔工伫咧职场受到霸凌、互性剥削等等的问题，劳团建议劳动部爱加强囡仔工的职场教育，嘛提供因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记者陈阿双、柯秉哲台北报道。国家人权保护馆和中建院台湾史研究所合作，举办白色恐怖工作坊，邀请政治受难者家属团体分享因伫咧白色恐怖时期受压迫过去，希望透过这摆工作坊，和各种白色恐怖时期的不期案件，透过分享，和研究者大众知影，正做这推动转型正义的动力。祈祷煞了，我头都发冲，可能警察伊嘛无想到讲，这穿牧师服的这牧师会伫迄个所在发枪啦。长老教会牧师黄德干讲起家己往过读大学的时，捌参长老教会做伙声援蔡口台独案的行动，上街路示威游行。因为1987年蔡友全考做得这寡台独人士组成台湾政治受难者联谊总会，佮发表台湾应该独立这寡言论，互政府认定是涉嫌叛乱罪。长老教会为了抗拒政府发起游行。迄是对长老教会来讲，迄是一个真大的迄落，嘛是台湾第一遍咧冲破镇北部队的一个经验。国家人权保护馆甲中建院台湾史研究所合作的台湾白色恐怖历史概览编撰计划，伫拜四举办工作坊，邀请侪政治受难者当事人、团体、家属来讲因受压迫的故事。并透过实际分享，增加研究者大众对白色恐怖历史的认识。亲自去听到这些事情的震撼度、感受度非常高。透过这些故事，我们能够亲身感受到过去那些人的痛苦。这张判决书，迄个第一个人是啥人？还是讲迄内底有较出名的人研究尔？尾啊，迄几个拢总无研究，无因为讲伊判死刑，还是讲伊判3个月，就去讲啊3个月迄小代志，免甲偌个研究，啊迄死刑啊大研究，阮无迄款的看法。有学者讲，过去学术界咧做白色恐怖研究，重大案件定会有真侪人研究，不过较细项的案件就无人要关注。这个计划的目的，就是希望无论案件大小，拢应该受到关注，成为国家推行转型正义的基础。拜五中研院台史所也会举办论文发表会，展现因伫计划期间研究各种白色恐怖案件的成果。记者讲林卓凯台北报道。进前就网情曝光，伫台湾的有10多万的台湾民众领中国身份证。这调查局去查才发现讲，确实有一寡人已经领中国身份证和户口簿啊，目前已经送到内政部。这目前内政部也开始伫咧访谈调查。
网称北京伫中国统战纪录片内底讲，已经有10几万的台湾人有领中国的身份证。最近这个话题引起关注。调查局目前查到，确实有部分的台湾人有领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或者是居民户口簿仔，已经送交内政部以这款调查处理。内政部证实，调查局有秘密函送到位，目前正在访谈调查，人数伫10个人以下。都给他们10天的时间，那如果查明属实的话，就是废止他们的户籍。目前是陆陆续续在查证当中了哈，那少于10个人。刘世峰表示，调查局检举的名单有附身份证号码、卡号甲人名，会为户口徛的地点或者是出入境管理规则来处理。强调查证若事实，会通报当事人在地户政机关废止伫台湾的户口，那安尼就会失去伫台湾选举甲罢免等等的公民权，也有健保、长照的资格等等。不过原底责任甲义务，袂因为安尼就取消或者是免除。有的是，其实是我们台湾地区的人民那到中国大陆去拿身份证的这种情形。学者分析，台湾的百姓若想要摕中国的身份证，一般会是因为亲人、经济、甲个人认同3大因素。不过，无排除中国会扩大利用这个手段来改变咱百姓的认同，降低敌我的意识。不过嘛，认为相关单位要主动查证有困难度。那如果是一般民众，他只是往来或者是旅游对岸的话，那他也取得这个国籍，可是我们政府没有办法透过一个机制去获得说他到底有没有取得对岸的国籍，可能没办法掌握到整个全貌。调查有5个里长去互内政部发现有中国籍，民政司强调讲已经请当事人来说明，依法爱伫就职进前放弃中华民国以外的国籍，若无就会依法解职。刘世峰讲，这5个里长拢集中伫台湾的北部。记者综合报道。全世界上界强的护照，这上界新的排名已经公布啊！新加坡护照有195个地点免签，连续2年共摕冠军。日本呢是193个地点免签摕到亚军。那讲到咱的台湾呢是141个所在免签，排伫咧33名，偏去年进步2名。了务局领护照的柜台排队排到落长，新正都要到啊，袂少人会趁过年的时阵，规家伙仔出去旅游。护照要过期的民众嘛，赶紧来申请要换。日本有护照就可以过去了。有去德国当交换学生，然后那时候就有发现，同样是亚洲的同学比起来，我们要去邻近的国家都方便很多。根据行李护照指数，公布2025年护照的排名。全世界227个国家甲地区当中，新加坡的护照以195个目的地免签，连续2年摕到第1名；日本是193个所在免签，摕到第2名。第3名是芬兰、法国、德国、意大利、南韩甲西班牙。台湾虽然是141个所在免签，排33名，比去年进步2名。不过免签的地区是减2个。中国的护照敢若85个所在免签，排第60名。名次的变动，其实它代表的意义并不是那么明显。我们从2008年当时的一个免签国待遇只有54个，但我们现在总共有172个那个优惠签证待遇的国家，其中大概免签跟所谓的落地签大概有141个就我国的国际处境来讲，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成就了。外交部表示，签证待遇变动的情形会随时间调整。不过，咱国免签国家的数量会当伫全球的护照排头前坎，考虑的因素嘛包括国家的经济实力、甲旅游自由度、好用的程度，嘛是一种国家实力的展现。记者综合报道。受到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全台湾拢冷叽叽。气象署表示，讲初9到11是淡过冷的天气，这东北部山区落雪机会会较悬，有不少民众正期待要上山去看雪。医生也建议讲，这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就可能出现这高山症和雪崩症。建议民众若准备看雪，就爱穿雨袖，也爱挂这乌仁目镜，避免这雪白晒反射紫外线会伤到目睭。规台奥多麦拢予雪包围，民众初八下晡驶车去哩合欢山要看雪。虽然迄当阵无落雪，不过沿路的树尾拢结霜。气象署表示，初9受强烈大陆冷气团的影响，暗时愈暗，温度会愈低，一直到11这段期间，东北部山区这方面水气较高，落雪几率上悬。像是宜兰附近这一带，像太平山啊之类的，就是迎风面地区的山，
目前白天的话，它的温度大概已经下降到3度左右，配合这个水汽的话，它这个尤其是在东北部的山区，是相对来讲的话，是比中部还有北部其他山区下雪还有结霜结冰的几率还要高一些。气象署表示，10日进前天气淡搁冷，北部2000公尺以上的关山落雪几率高，未少民众拢有拍算要上山去看雪。不过，医师也提醒讲，去关山看雪可能会引起高山症，也是雪盲症。若是头壳痛、想要吐，上好就莫继续上山。若无高山症症状会愈严重。另外，医师嘛建议看雪爱挂乌仁目镜，若无可能会引起雪盲症，会造成目睭暂时看袂清物件。高山症它最常见的一个核心症状是会头痛，那可能会合并一些我们比较常见的一些吃不太好、睡不太着，然后一些恶心啊、不舒服的症状。那最重要就是要休息，降低高度，因为雪地其实对日光的反射是蛮高的。那如果我们就是看着雪地啊，会有一个视网膜受到强光刺激的一个过程啊。我们原则上就是戴太阳眼镜，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建议。医师表示，低温有可能会造成身体无爽快，伫咧关山紫外线嘛是真强。民众想看雪，也要注意是毋是有抹风拍膏、挂乌仁目镜，减少对皮肤甲目睭的伤害。记者张家嘅曾俊佑台北报道。中华县政府为着要改善大埔路上款的行人通行空间，有做一条大概1公里长的飘线行人行道和停车格啊，却引起议论。有民众认为讲，安尼生做车路会变较危险。中华县公务处就表示，目前工程做到一半，除了确保这过路人安全，也希望带动相关的经济。本地路径从画作几下的大架啊，到底是要做啥物的？这是中华市区的大埔路上宽，当地民众看一个不傻傻。对骑机车来说比较方便，可能还不错吧，因为这样行人才不会就是比较危险的。原来这是中华县政府当地做的标线改善计划，总长差不多1公里。根据县府的设计图，改善了后，青色的区地是行人专用道，白色的空线是应用民众和店家的需求，甲画作奥多摆的停车格。有人赞成，但是嘛有民众烦恼讲，本地路都细条啊，这嘛变甲搁较矮。整排假如说都停放的话，那什么车都是一定要走中间，你快要跟快，你慢也一定要跟慢。那前面假如说有什么状况的话，你旁边都无处闪。当地店家讲，并不是反对画人行道，但是车路的宽度对本地3.5公尺，即马减做3.2公尺。路径是改做人行道和停车的空间，除了影响交通，嘛烦恼讲乌多摆的车祸会变多。对这县政府的公务处讲，安尼就是要让过路人有更较清楚行的区域。我们是不希望说车辆还在路间随意乱停，是为了它采买的方便。机车当然我们有规划机车格，车辆我们希望能够到停车场，然后再提供它给一个安全的步行空间到商圈做消费。它的人行空间会就重新依照大家生活的习惯去重新检讨这个步行的这个空间，让大家下了车有得走，骑车来有得停，店家的营业也可以继续。这样车流稍微调整一下之后，大家要买东西穿越来穿越去也比较安全。这样。林志豪认为讲，这种规划除了会当明确标明人行道和停车的空间，嘛当降低行车的速度，对人和车拢较侪相关，会当确保过路人的安全。对店头来讲，安尼做嘛会当增加因甲人客留落来的机会。建议讲会当试行了后，再看状况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代替高雄车头去年底启用，不过经过搬线转来到本地位的地关式历史建筑高雄旧车头，却因为等无经费修复，无法开放。文化局表示讲，已经接受代替委托代办修复，目前这设计案已经完成，经费若准入来，就会赶紧来动工。红指定做历史建筑的旧高雄火车站，注定亲像皇帝要封号做地冠车站。2002年以特殊的工法迁移，4当前2500栋的车站才慢慢倒来现有的位置。这时现场大门关起来，周边有封锁线，也是真侪观光客来翕相。若要去台北读册，都要来接客车。因高雄车头地下化工程地冠式车站所位，居民回忆起来，认同保留伊的必要。虽然去年底代替高雄车站地下广场升移，还佫有天棚落力来启用，地冠车头煞无动静，原来是卡伫修复经费还未到位。
对，每次来就是说啊，我都关起来哈，就是少了一个景点可以进去看。市府表示，代替委托文化局代办修复，去年底帝冠车站修复设计案如期完成，后续若要修，如果经费1亿外，工期大约1年半，修复过程有真侪困难。修复的过程当中，其实需要蛮多的耗费蛮多的精神，因为包括我们要逐层的去漆。另外的话，我们也发现它使用的砖。还有一些面砖，还有一些砖瓦的部分，其实都还蛮特别的，因为都是特制品。代替回应去年12月12邀请市府甲交通部铁道局召开演讲会议，预计今年2月照文资法的规定，向文化资产主管机关申请经费补助，但补助款到位，由市府来协助办理本案修复工程招标，还有施工的作业。公司新闻欧刘婷、陈显坤共报道。高雄市有民间团体，逐年送这爱心年菜食物箱来关心这弱势家庭，由企业捐这奖助金，要互这囡仔红包。今年送出去的爱心年菜比英国更较济，这也代表讲需要帮助的家庭有确实变较济啊。天使的哦，还挑食。志刚对后车厢搬出一箱一箱的爱心年菜，亲手送到弱势民众的厝内。食物箱内面有牛肉、鸡汤、鸭肉等等的料理包。若是讲澎湃年菜料理，会当顾好民众的腹肚。那呢，志刚大概小催关心，是互因的心伫这个寒冷的冬天加增温暖。我们以往的话，我们全区大概是5800多位。那当然，我们今年因应社会的需要，所以我们有提高到6000。那其实这整个过程当中，有略微提升，那也反馈到社会的需求。中华安德的慈善协会今年伫高雄送出1862份的年菜。协会讲，当年伫全台湾拢总送出5800份，今年是第一摆增加到6000份，会当看出经济无好歹趁食，和社会上需要人斗相共的家庭变多。每一档要过年进前，咱都有这个过年。给孩子们红包，让他们好过年的这个活动会三行安尼，所以每一档目前为止差不多拢有300个囡仔会当受到这个利益安尼。另外，南高雄家扶中心当年过年前，嘛拢会有一位善心企业家来捐助奖学金，连续6档当年提供家扶中心300个3000块的红包，要发给学生囡仔，鼓励因用功读册，欢喜过新年。家扶中心表示，其实需要帮助的对象当然唔那300人，志刚卖评估将红包送给上需要的人。记者柯家如、邱朝阳高雄报道。台南眷村年会节啊，对初九开始要连续办5天。成大台文溪今仔日带外籍学生去到现场，分享因这学期所学的成果，因要摆一档这写春仔的单位，免费送予大家这罗马字版本的春仔，也教乡亲安怎念。成大台文溪教授带学生同齐上台，用母语讲过年的吉祥话，嘛替台南眷村年会大家的活动增加热闹的气氛。那安尼嘛，外国学生踮台顶用刷牌台语参大开时代，分享因家乡故事。另外，伊嘛甲台湾的乡亲斗阵势年会节啊，提早感受咱过年的气氛。到日本嘛，小可相像的，我是感觉这个无共的文化足赞，因为每一个所在每一个几个每一个人拢无共款，来参观这个眷村的文化活动，互伊有一个舞台一个机会，搁较侪人知影台语的好。眷村文化美食节活动连续办5天，透早就真侪人来看年会，无论大料细小啊，拢总有。特别的是，这档写春仔的，嘛有袂少人我来看。这摆成大台文溪师生，嘛伫现场用毛笔写罗马字甲越南字的春仔免费送，去教大家安怎念。教授认为，用这种生活化的方式来推广台语，通提升大众对罗马字的认识。拄啊来说这年货大街有看到这台语的春联，足趣味的。头一摆看？第一遍看。过去想讲写春仔一定用汉字啊，咱就是要互大家一寡创意出来哈，就是讲咱无一定该用汉字啊，用罗马字来写春仔，嘛有真无共的一个特色啊，咱写春仔有台语，嘛越南字呢。因为咱即摆台湾的这越南朋友嘛愈来愈多所以咱就加一个选项。这摆活动嘛展现府城文化的澎湃内涵，多样化的族群来参与，互相了解甲交流。成大教授蒋维文讲，未来继续伫各种文化活动来推广台语教学，互台语更加深入社区生活。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
嘉义民雄有一个做看板的师傅，10年前开始去到这回收场，捡人无爱这个派档旧舍，用创意的方式来做金属的雕塑，希望透过家己的作品，唔那装塔电风，也互传统的铁工有多元的发展。甲海气的尖水骨仔、甲废弃的铁机，用阿鲁网来相接起来，完成主要的形体了后，才豆豆啊调整甲加工。原本是扛棒师傅的罗林团，10年前投入金属的技术创作，到今已经创作超过300多件的作品。我就要派铁啊，当来做这物件。我感觉即马对这环境来讲是真有意义啦。伊会当减少咱去开发，而且这铁也好，伊虽然会生鲜，不过伊寿命比咱较久啦。白铁的废材做动物的形体，单条的地骨、汤匙啊，拢会当摕来利用。罗宾团用生活的基地，互派档旧舍成做一件一件趣味的艺术品。10年来对环保的付出，嘛有学校邀请伊去甲学生分享，伊伫艺术创作当中对社会责任的坚持。其实咱嘛想要做啥物啊，可是我们又做不到，那不如我们找这些东西来警示大家嘛。他发挥了很多的努力，而且他本身不会那么样的有商业性，所以我觉得把他的故事能够带到课堂去，让现在时下的大学生知道你的生命、你的人生怎么去经营。出神入化啊，你无看，对吧？你家己看，你家己看，迄只土啊嘛足水的，你看。罗宾团表示，国外的雕塑文化有真久的历史，台湾真卡虽然无亲像都市有丰富的技术环境，伊想要为这代开始来投入，希望互传统的工业技术创造无同的表现，嘛加做咱的在地文化。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而留特别来是无通挂面正牌，明仔载气象咱做回来看卖。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11度到1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11度到18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11度到22度，宜兰花莲台东对12度到18度。天后金门马祖对8度到15度。结果未来3天的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